湾冷基期、合欢山、玉山等等，拢已经落雪。气象署针对6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立法院通过卖台公告年金的法案，丰城行政院的复诉不过不执行，相关的做法引起教师团体的批评。台南咸水管制厂甲一顶文桥送去修理，也毋过新桥倒转来的时阵，看起来煞到原底无啥共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6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关心的是，昨暗8点过的时阵，台北捷运松山新店线呢是有一帮列车，哪像就是这查甫人，互人压着了后，情绪失去控制，所以转架护线伫车厢内底安尼乌白卡。这款行为呢，互其他的旅客是真惊吓，赶讲要走险，结果有一个妇人无细离着伤。后来警方确认这毋是攻击事件，原来这个查甫人也已经互家属甲带回去啊。大声喊讲，唔通阁客啊！捷运车厢内底咻来咻去，乘客向共一个方向咧走，现场乱吵吵，真侪人互摔到跋伫涂骹。车门一个拍开，有大阵人汹汹走出车厢，四界一直传出唔通阁客啊落车的声音，所有人走向出口，脚步才放慢落来。不过一路对人走的民众，也阁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大家跟着跑，我就跟着跑了。本日20时32分，捷运北门站有1名男子与母亲一同搭车，因故情绪不稳，其母全程在旁陪伴，为引发列车乘客骚动奔跑，致物品掉落。这场耶诞节意外就发生在暗时8点多，发生松山新店线，一个男性若像甲其他的旅客相压，情绪失控，也护线直直咧讲，引起车厢内底乘客紧张，走去其他的车厢，无想到煞引起愈大的扰动，走的过程当中造成一个妇人受伤。经大同分局及检举察队立即派遣多名警力到场处置，现场有1名妇人在奔跑中受伤送医，为避免后续骚动。由警方护送该母子至北门站出站，经确认并非攻击事故。台北捷运也呼吁民众发现任何异常的行为，拢要先保持冷静，唔通惊吓。在确保家己安全的状况之下，随卡110也是通知车站的人员到场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场台北的随机攻击案的这地点之一的诚品南西店呢，是有民众发现讲有一张字条啊，这顶头是写讲刷了这几天会太愈侪人，目前这警方已经赶紧来追查。另外，今仔日下晡1点的时阵，台北市政府呢要伫捷运市府站也有附近呢来展开这高强度的演练，也会同步来寄简讯通知，提醒民众唔通互惊到。写字条啊，搁炸一束火来，对中部上北的蔡东岳特别来悼念伫攻击事件当中遭到嫌犯所不幸死亡的余家昌。我觉得于先生很勇敢，然后他值得被纪念。进到这个空间的时候，你可以就真的在那一个悼念的氛围里面，然后就比较正式，也比较严肃一点。北捷伫台北车头 B1 要去 M7 出口的通道设暂时性的悼念墙，壁顶是写英雄阻挡倒架火，也阻挡咱的行侠。这座城市会永远会记得你无畏的身影。另外一个事发地点诚品南西店门口，同款也放真侪花。不过，煞有民众伫遐发现一张用英文写的恐吓字条。看到说墙上有人贴了这个东西，看起来蛮可怕，就是好像说要再次 I will kill more people 这样子，尤其是最近就已经加派这么多警力了，然后结果还出现有这样的一个纸条，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些声音出来，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会变成这样。字条顶头用英文写，刷落来几天，我会太愈侪人，内容是真惊人。民众写甲字条交互附近驻守的警察，警方当咧调监视器，积极追查涉案嫌犯的身份。12月25耶诞节当日，原本有民众自发性计划要伫诚品南西店门口举办追思的活动，希望透过歌声悼念死者。不过活动的主办方煞无出现，互真侪特别来参加的民众感觉真失望。因应嫌犯挂防毒的面大犯案，北捷也修改规定，并拿旅客的装扮有影响维安甲安全的疑虑，亲像无正当理由挂防毒的面大、过绿色呼吸器、头盔等等的装扮，也是衫裤有强光、武装的字，口腔唔听，安尼就拒绝甲载。进我们的捷运车站或其实你进任何空间，其实没有必要去带这一类的用具。我们应该就要注意说，它到底它的意图是什么。
北捷也长咧建议，未来无排除伫重要车站引入监视器 AI 辨识功能。成功大学交通管理科学系教授郑永祥分析，就爱收集有够野的情景模式，互 AI 侦测会当愈准，避免误判。另外，就算做到提早预警，也就爱人力会当及时赶到位。记者综合报道。好，这场台北捷运攻击事件过了呢，有人是打文讲要伫咧台中来杀人，这阵已经上班，也若法院嘛裁定羁押。嘛，因为这年底呢大型活动是真济，所以惊会出代志。这台中的警方是宣布，今年这跨年暗会要来执行安全检查，去参加活动的人拢袂使拖行李箱啊。警察摕区票甲人押上车。南投警方23伫抖音等的网络社群发现一个普文，讲到12月19台北攻击事件，这个嫌犯是因阿兄，因是共一个组织，而且讲要伫咧台中的卖场、电影院、连锁素食店大规模杀人。检警同一天伫咧台中丰原找到这个普文泄露的嫌犯，以刑法恐吓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嫌移送法办，获审了后向法院申请羁押核准。经检察官核发拘票，在台东市丰原区查获罗姓涉案的犯嫌到案，并查扣涉案的手机1支。全案讯后，依刑法恐吓、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嫌，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台中市嘛提升防止恐怖攻击的战绩，警察详细伫咧舞台边搜查。台中市下年暗会即届伫咧水南中央公园办理。今年会派700个警察伫附近采6个安检站，而且为着避免有人模仿台北攻击事件的行为，嘛加强安检的速度。头一届禁止民众载行李箱、甲登机箱入场。民众到安检门的时候，就先把口罩拉下来。那因为这个大型行李箱里面可能藏有一些物品，是比较难以检查的。禁止携带我们的大型的行李箱，这是以往没有的一个措施，请市民朋友要特别注意。伟岸的勤务当中，嘛有温暖的故事。警察区别营伫咧台南市永康转运站外口，伫咧执行守望的勤务。分尸派长枪，而是这一天有一个女高中生送伊一张用手写的卡片，内底写感谢警方的守护。我以为他是要我们的协助，没想到他就拿出一张卡片给我。我就觉得那时候瞬间的疲劳感都消失了，更有动力继续保护大家。另外，台北市中正一分局平安暝有民众去送感谢卡，卡片内底写的拢是对因的支持甲感谢，嘛互基层的警察感受到温暖。记者综合报道。民生经济消息来关心的是，这经济部呢是来发布2025年中小企业的白皮书。这内容是讲到整体经济甲前瞻议题、营运动向，也有政策措施等等3大项目。2025年中小企业白皮书发布记者会里面，我们想要带给大家看到一些脱胎换骨的中小企业这个越挫越勇那也希望我们许多的这些中小企业也能够善用政府的资源能够来帮忙所经营的行业这经济部是表示讲，2024年呢，台湾中小企业是超过171万间，这是比前一年呢要搁较加2.48%，提供全国呢差不多是约8成的就业机会，创造超过31条的销售额。另外，伫2024年年底呢，这新创的企业拢总是有超过9500间，包括着健康医疗甲软体应用等等。因若即卖全球这局势已经开始起变化，而且产业这竞争的规则嘛有一寡改变，所以咱国这中小企业的环境是平英国要搁较艰难。有立委是来提出这囡仔考照的政策，要用这投资的方式，互囡仔呢伫满18岁时阵，就有一笔钱通搁开。或者是认为讲，其实饲囝呢上届开钱的，就是18岁以前。这笔钱若阵爱等到18岁才会使领出来用，安尼一般人嘛袂因为有这笔钱，就较愿意生囝。即卖的人饲囝经济压力大，有的家长为着囡仔考虑，亲像张先生，伊有2个囡仔，囡仔当出世就甲因办口罩，包括家庭开销有剩的，还有囡仔的红包钱，全部拢欠伫这个口罩内底。每个月比较不一定啦，可是红包钱一定会存下来。几岁要存到多少钱？我觉得可能他出社会至少准备个100万吧。那杨先生因一家伙仔，共款有2个囡仔，爸母决定甲幼儿津贴加入去囡仔的口罩内底，希望累积到一定的数字，才投入股市来累积。会帮他们定存，应该是说会有个紧急预备金啊。
就是他们有需要用到的话就可以用。不过，即马调查立委学美国川普的口罩，提出自动投资口罩的想法，甲投资 ETF 或者是成长型 ETF 加做目标。伫囡仔18岁了后，预估效益有65万至100万。对于政府到管理口罩，有专家烦恼讲，安尼有的人会看有食无。如果你这边给人更多的优惠，那我就把这个本来要自己存的钱，我就不要存，就存到你那个账户里面嘛。那这样的话，你政府的资源就用在那些本来就有能力为子女自己准备那个教育基金的这些父母的身上了嘛。另外，自动口罩敢有可能会提高生育率？专家讲，囡仔细汉的时阵爱开的钱才是真正大条的，这才是互大家烦恼上主要的原因。18岁了后才会当领，恐惊是袂付起。所以真的要这么做的话，那可能真的要有什么？要有一个特别基金，必须要有特定的财源。比如说我们有验捐，现在市场很多就进了长照或者健保，我们真的要想想看说，那这些钱要有持续性稳定的财源。财政系学者提醒，目前无论倒一方的提案，拢需要有资金投入，所以财源设计是真重要。另外嘛，需要考虑未来少子化、物价浮动等等的因素，才会当保持长久甲稳定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好，即摆时代呢，这囝是愈生愈少，所以理科甲动情医护人员的这骹手嘛无够用啊。健保署是来通过理科相关检测费的给付加成，嘛调悬这7项红婴仔重大手术的支付费用，这经费呢拢总是拨2.3亿，希望会当甲专业的人才留好调。受到少子化的冲击，儿科大院医师的招募真困难，报考人数创新低，真侪病院拢真欠人力，连医学中心嘛招袂满。为了救儿科的人力，健保署正式通过儿科相关检测费给付加成，希望甲专业的人才留落来。每一个医疗服务的支付项目全部做调升，特别是针对儿童的加护病房，你只要照顾的是儿科加护病房的孩子，那我们就会调升支付。健保署表示讲，伫加护病房大院的检测费这方面，儿科专科医师国加价20%，未满2岁的囡仔，一般病床大院的检测费加成率对现行的30%调升到60%。另外，考虑到囡仔的精神科照护负担较重，健保给付登记偏低，即马嘛加6岁以下精神科日时大院的治疗费支付点数对现行的877点提升到1623点。我们希望说，我们儿科医师留下来的，都希望是真正对小朋友的照顾非常有兴趣的。我们也非常强调，就是急重难喊这一块，希望都能够做好这一部分。另外嘛，调升难脱康伤病难付的固定税等7项，新生儿重大手术的支付点数。健保署强调相关措施拢总差不多开2.3亿，现在按算明年的第一季会开始进行。另外，为了因应明年当照3.0就路，健保署嘛征求北中南东各一间病院举办福建病院计划，和患者出院了后的黄金福建期相接，按算差不多1200个人受益。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做伙来关心天气，即马呢受到这冷气团的影响，全台湾各地是安尼冷叽叽，合欢山甲玉山等等拢已经落雪啊。这气象署今仔日透早呢，嘛来针对全台湾6个县市来发布无到10度的低温特报。雪愈落愈大，民众行雨伞享受这个美丽情景。合欢山对透早开始落雪，就连吐雪机拢出动作业。早上6点39分到7点26分下冰雹加冰屑，大小为0.1到0.2公分。若是合欢山，就连玉山是规片白茫茫。入冬以来上强冷气团到位，玉山观测站铁光的时，出现零下4.7度的低温，北地低温嘛差不多伫10度至11度尔。今天的一个本岛最低温的话，是出现在新北的石碇，是只有10.1度的一个温度，然后在桃园的杨梅也是只有10.3度。那另外可以看到，像是在整个台中以北，也都是有些出现，就是部分是11度左右的一个低温出现。台湾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北部规日温度伫14度至15度左右，中南部伫18度至22度。气象署表示，拜六开始大陆冷气团减弱，温度会开始回升，中南部和东半部回温到28度，北部宜兰22度。只是后礼拜2有一波东北季风来到台湾，北部宜兰会搁再变天。到了下礼拜2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是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增强影响，是说像是在北部宜兰一个温度上来讲，是有稍微略微下降的一个趋势，但是在其他地方的话，则是没有受到太大的一个变化。
气象署讲，未来一礼拜受到冷气团和东北季风影响，北部宜兰会连续落一礼拜的雨，尤其是宜兰地区要注意会有闪大雨的情形。气象署也提醒今年要伫咧北部、东半部跨年的民众，可能是湿湿落雨的天气形态。记者陈选王志光台北报道。这乌白蛋本色即马要来动发啦！对明年开始呢，这基隆市乌白蛋本色本地是罚3600，即马要贴悬到4800块起跳，而且检举的奖金呢，嘛对75%增加到80%。虽然在落大雨，但是兴献纪念日放假，基隆庙口一大堆人伫涂骹要找粪扫，阁真无简单，因为沿路拢有设蛋粪扫的所在，敢若看到一寡塑胶套和塑胶箩啊。对明年1月7日开始，来到基隆一定要注意粪扫袂当乱弹，因为乱弹粪扫罚的钱对3600已经提悬到4800起跳。迄就是讲，因啊乌白偏去用掠着啊，加罚应当。可能如果普遍4800，可能稍微比较不合理，会让你更注意自己的垃圾不要掉到地上。应该会。基隆市环保局阁进一步，甲检举奖金对75%提悬到80%。乱弹粪扫会防重罚，但嘛是有人无得惊。新北市三甲清洁队的内部有空粪扫主车，则是设置做粪扫收运的定点。平常时日是有开门，互民众担粪扫，暗时无开放。不过23半暝要2点的时阵，监视器的画面翕到有人先下过墙围的栏杆入侵到内面，甲粪扫主车塞到大门的中。外口是有一台货车，有一个人甲一袋粪扫袋啊，传互入侵的接应者，伫个人袂当等的时间担粪扫。怀疑有非法收运废弃物行为，本局除针对民众非法入侵的行为提告外，亦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侦办。环保局伫迄天做破地，发现讲除了装潢的废弃物，其他大多数拢是交付的粪扫。2个非法的入侵者已经被带到警察局来做笔录。环保局表示讲，业者若是无申请废弃物程度处理机构的许可文件，说收运废弃物，会当处1年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阁会当做伙罚1500万以下的罚金，已经移车检调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个台东本是爱食罚单的，伫咧高雄咧，喇叭底新民公园是有一群人，哪像就是学生，因是甲这生态池内底鱼仔甲钓起来，放伫咧草埔顶悬，安尼用脚吞大，而且阁甲翕相。市政府是表示讲，这款行为呢已经违反着公园管理自治条例，会罚1000块到6000块。离开水底的鱼一直伫跳，有人摕手机啊伫翕，阁有人用脚伫打。一阵看起来敢学生囡仔的人围伫草坡啊，一直伫拎的鱼，算甲真欢喜。互现场看到民众无法度接受，甲影片翕落来放伫面册社群，即个因无尊重性命。我们自己本身是吃素的啦，所以对这种样的行为，我们当然是一定，我自己本身会去制止。跟学校讲一下。跟学生辅导一下，与什么共生的地方，你不要去破坏生态自然的。这种行为出现伫高雄喇叭底公园内这个生态池，市政府伫现场公告禁止饲鱼、钓鱼的行为。这几个人好亲像把鱼仔钓起来了后，拖起来边的草坡啊，用脚打咧翕相。保全人员赶至现场时，业已离开。该行为已违反本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之规定，将处以新台币1000元至6000元以下之罚锾。去年3月，花莲某一个高中原来有学生囡仔把猫仔用力弹出去，互猫仔为悬悬的所在落来，边仔还有同学录影引起讨论。台湾动物边缘促进会表示，这种亲像虐待动物的行为要注意引导，因为国外研究显示，这甲家庭暴力还是暴力犯罪拢有真大关系。动物不是娱乐。动物不能被戏虐玩耍。那其实，这个事件其实很明显的就是一种被娱乐、被戏虐、被玩耍，甚至可能变成虐待的事件。促进会进一步指出，目前学校动物保育的教育是包含伫性命教育内底，大部分由有兴趣的老师邀请相关团体的人入来学校分享，建议会当自细汉，互囡仔养成无分种类的动物，拢应该爱注重边权观念。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同款是伫咧高雄来关心的是，这天白光的时阵，就是传出2站火灾，一站是伫咧大寮的溪寮路，这是有4户的铁厝烧起，佮影响到边仔的车辆，加在是无伤亡。另外一站呢是伫咧市区的3道3路，这导火呢是卖厝公司的办公室，目前等咧厘清原因。
怪手甲铁厝的窗仔挖开，互消防人员赶紧拍火。高雄大寮溪寮路一架规排的铁厝，26半暝点外火烧，火烧的面积大概100平米，连外口的车嘛着坐。到的时候已经火都冒出来了，对，所以没办法还确定起火户是哪一户。这个需要火调是在鉴定，应该是电线走火之类的东西，然后瞬间它有那个东西去引燃到。当地顺手队推测，可能是烧拍天造成，火伫咧1点钟内就拍花，车、铁厝拢烧甲臭火大。好在载住户出去外口佚佗，无人受伤。毋那大寮坚定3岛3路一栋老瓦厝伫咧饭店火烧，拍火人员徛伫咧路边热水枪拍火，因为这是卖厝中人的办公室，有真侪办公的文具甲物件。消防到场的时阵，1楼拢烧了了啊，没有人员受伤受损，所以总计烧了2户。一户燃烧啊，然后左右两边为招牌的燃烧而已。电眼翕到火甲烟伫咧半暝啊12点10分左右出现，迄时大家早着下班啊。不过住户表示，伫咧火烧进前，捌听到有人在冤家。我还有听到有2个人在争吵的声音。他说有可能是电路超负荷的，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老鼠。员工透早登去火烧现场，准备整理环境。详细原因要搁等待火调厘清。除了高雄、屏东市厦门街巷仔内，26号透早7点外，嘛有人家厝火烧，消防接到通报，赶到位导火的病厝啊，甲无法度行的老大人救出来。门口的右侧发现一名患者，年约70-80岁，是一名男性，意识清楚，立即由我们屏东分队的2名同仁将其救出送医。这3件火烧厝案件原因要搁在调查，因为26号全台气温向降低，商局呼吁厝内底若有行动无方便的人，就要先规划逃生的方式，嘛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才会使防止灾害发生。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来看这件真怪奇的代志，这是发生伫咧台南咸水的公济宫呢，是甲一顶文桥送去修复，也毋过这新桥送倒转来的时阵，看起来煞甲原底是无啥共款。无论是材质也是细节呢，其实拢亲像是新做的。这明显是去甲报警察，而且呢强调一定爱找到真相，嘛希望厂商甲旧零件再转来行。台南咸水区公济宫庙方人员摕早年留落来文桥老相片，甲昨打送转来桥详细比对，发现看起来真无共款。庙方质疑，即摆这顶桥除了顶悬的锁杆看起来是较旧的尔，其他零件基本上新做的共款，连原本的材质变成白衫啊，怀疑送去修复的老桥去互人换掉啊，去甲警方报案。那一顶绳架完全都是新的，阮有一个足简单的想法，就是阮迄顶旧的物件已经无去啊。伊就是去摕一顶新的来共阮交差。庙方发现整顶绳架为全新品，违反契约内容，报案人向修缮公司负责人提出背信与侵占等告诉。经过了解，公济宫今年过年初2发生火灾，庙方这阵啊陆续咧进行修缮工程，有一对信徒自愿捐款负责文桥修复，嘛由因协助找去到桃园的厂商，这当中厂商嘛不时的回报修缮的进度，庙方拢认为过程真正常，无料到这顶桥他原来送转来的无共款。对此，其他修复老师指出，即摆台湾新桥真少人用三仔来做啊，那这件代志的详细爱去对查。原本接这件工课厂商记者打电话过去。目前无回应。不是啊，你规定听到等于讲他的你成功给他破坏拿那个会破坏是为了拿那个零组件嘛，那个雕刻的部分嘛。啊，不过他旁边的一些木座也怕呀。所以一般的等下直接过来说，你修理做整座过来，整座处理。庙方表示，唔敢强调这顶文桥偌有价值，不过对在地人来讲，已经是陪伴3代人的信仰，嘛有纪念性。即摆煞伫修复的过程，那像是失去原本的零件，互庙方无法度接受。庙方即阵交互警察去调查，伊嘛希望甲原本这物件送转来行，互因一个交代。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国际消息要来关心的是，在北韩是来公布领导人金正恩去视察这军事建设的画面。这当中上届受到关注的，就是8700吨级的核动力的畅水艦。官方是表示讲，这只军艦呢，伊是有核能攻击能力。同时，这金正恩呢，伊嘛批准这军工厂现代化的草案，展现这北韩强化国防工业甲武力的野心。
北韩头一届公开当咧研发制造8700吨核动力创水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带伊的查某囝金珠爱亲身去做准呛巡。画面中，这台合作战略核攻击创水弹表面有喷乌豆红的菜，这是今年3月以来北韩第一届展示这台创水弹的顶半边，互大家看。专家分析，这个创水弹计划有安核武，未来拢会成做北韩海军现代化甲水下战略的核心动力。金正恩伫现场批评南韩伫美国支持之下，小想摕到创水弹的技术，严重侵害北韩的主权。为着加速武器升级，金正恩伫咧视察期间正式批准军工厂现代化甲自动化的草案。这项计划要放入去未来5年国家发展路线，要全面提升国防工业的生产效能，特别针对海军甲核武装备的制造能力进行技术升级。金正恩强调，推动军备现代化是面对南韩甲美国的军事威胁的时阵，为着保护国家主权甲领海孤不离中的选择，嘛要求国内研发单位爱伫短时间内完成现代化的目标。金正恩视察弹药工厂的时阵，常常要求爱扩大生产飞弹甲炮弹，外界推测可能和对罗西亚的出口关系。北韩已经派出15000位军人支援罗西亚侵略乌克兰的战争。金正恩已经侪摆强调，必须要进行武器现代化，加强作战能力。除了核子创水弹拼势咧做，兵种伫咧东部海峡嘛试射新型长程地对空飞弹。金正恩亲身在场监督，透过千里镜观测发射的状况。报道讲，这粒防空飞弹成功测试高空拉炸技术，精准破坏200公里外空中的目标，展现北韩长豆豆建构更较好防空的拉炸棒。面对着北韩一直来展示因军事的能力，互外界来关心，金正恩甲美国总统川普的传金会伫明年敢有通举行咧？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另外，再来看这美国的加州呢，即马是受到这风暴的侵袭。耶诞节迄一天呢，是发生这水崩山的灾情，上无有3个人死亡。另外，这加州这几天来呢，都有几啊个月的落雨量，州长是赶紧宣布这6个郡进入紧急状态，也那国民兵也着整备待命。美国加州伫耶诞节这一天落大水雨，毋但做大水嘛，水崩山。根据发生社的报道，受到这波为夏威夷一路延伸到北美洲的西环，水汽增加温暖气流的影响，估计几天内就会为加州带来几啊个月降雨量。到耶诞节迄一暝，美国第2大城洛杉矶部分的所在降雨量有甲270毫米，当地人民紧急疏开，主要的车路嘛封起来。不过也是造成3个人死亡，其中一个查甫人去互倒去的树仔底死。I woke up at 8 a.m. with a phone call from my dad saying that the firefighters had just rescued him. And I said, from what? And he said, from 2 feet of water in my apartment. 南加州部分的所在，伫后一波较淡湿凉冷的天气来进前，雨会小可较少。因那洛杉矶也是继续咧落雨，所以加州包括洛杉矶在内6个郡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因为真侪淹水的所在，伫今年初是发生森林大火的灾区，这个所在因为树仔拢烧了，所以较无法度吸收水分。Granddad got rescued, but the cats did not. I wanted to come and help them out because I wasn't confident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live. So I came down here, hiked here about 1.5 miles from my house in the rain, trenched through all of this stuff and got the cats out one at a time. 美国国家气象局指出，这波冬季的风暴是由几啊条大气河流引起。伫年度2月大月，也就是圣诞假期，为热带地区带来大量水汽，因为落大雨造成这落雨梅甲粪扫冲去路口，地区真侪路拢塌掉咧。救援人员赶紧去支援，把几啊个掉伫车底的民众救出来。也那加州州长纽森嘛伫几啊个沿海城市发送紧急的物资，另外加州的国民兵嘛伫咧待命的状态。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这耶诞节打过来看，这北美的航空司令部呢，其实因逐档拢有这专线的服务，就是为着要来追踪耶诞老人的卡掠。这回呢，这美国总统川普嘛去教人报接这个电话，参囡仔来开讲，而且内容呢嘛真有川普的风格。伊是讲呢，若准有这歹心肝的耶诞老人，安尼绝对袂互伊走入来美国。美军北美航空司令部年度的任务，就是以雷达甲卫星系统追踪耶诞老人送礼物的进度。美国总统川普甲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坐做伙，将每一年的传统接电话，互敲电话来问的囡仔，知影耶诞老人上新的行踪。We track Santa all over the world.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Santa is being good. Santa is a very good person.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he's not infiltrated, that we're not infiltrating into our country a bad Santa.
川普接的电话，囡仔的年岁差不多4岁至10岁。当伊甲囡仔通电话的时阵，心情看到真欢喜，毋过嘛唱真侪政治笑亏。What would you like Santa to bring? Not coal. Not coal. No, you don't want coal. Well, coal is, you mean clean, beautiful coal. I had to do that, I'm sorry. No, coal is clean and beautiful. Please remember that at all costs. 土炭未造成污染是川普伫咧竞选的时阵，称在对选民发的口号。另外，伊还阁学了一个想要爱电子挖土器的囡仔，讲伊的智商一定真悬。美国都是需要这款真巧的人。遐若澳洲真出名的观光景点邦代海沙堡，每一年拢会有真侪民众穿耶诞老人的衫来到遮泡日头。毋过发生抢劫案了后，人丁明显有较少。海沙堡附近嘛有增加真侪救生员甲警察伫咧巡逻。I think it's tragic, and I think everybody respects and is very sad for what happened. I think people here are out on the beach because it's like a celebration, but everybody has got it in the memories. 耶诞老人送礼物的时阵，上界需要的都是驯鹿。规个芬兰差不多有20万只驯鹿，饲驯鹿的牧场面积差不多12万平方公里，占芬兰国土的1/3。芬兰的天气寒冷会到零下70度，热冷是30度以上。不过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北极圈温度加悬的速度是其他所在4倍。若地区落雪量减少，落雨变较济，雨水若结冰，驯鹿的食食第一就去互冰砍掉咧。互驯鹿要找食的是搁较饿。无定这种现象，对芬兰传统饲驯鹿的产业带来严重的迫害。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继续倒来，过来看咱这明年度总预算案的是还未通过。总统热情就是来批评这在野阻挡的行为，讲因的到底是有啥资格来讲宪政。那国民党团伊是讲，其实这违法的预算呢，毋过煞来强迫国会来审查。民众党团甚至嘛讲，其实宪法内底呢无规定这年底进前就爱甲总预算甲审核过。另外，这立法院会今仔日是来处理这总统的弹劾案，按算5月19要徛名投票。明年度中央总预算案目前还阁伫咧立法院卡条的，总统罗清德25表示，宪法明文规定，立法院对明年度预算要伫今年12月30日进行审完。佮批评在野党连预算都阻挡，还阁有啥物资格讲宪政？佮再引起南北不满，国民党团颠倒批评违法的预算，煞爱强迫国会来审查。违法的预算要强迫国会，来一起当共犯来审查违法的预算，我们还是会依法来做该做的事情。您所说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在哪一条？说年底以前必须要审查完总预算，不要回避问题啊，不要问 A 答 B 啊。民众党团是讲，包含前总统陈水扁甲蔡英文时期，拢出现总预算年底前无审查的情形。估计咧2007年度总预算到当年6月15早3读通过，要求罗总统讲清楚，国家进前再违法修正这争议还未解决，调野小对决。立法院会2日嘛处理南北党团提出的总统弹劾案，不过民进党团讲是将弹劾当作工具。你左手说宪法法庭的决议我不遵守，右手要提出总统的弹劾案，未来要交给宪法法庭审理。请问未来宪法法庭审理的结果，你接受吗？那在1月21号、22号，会邀请被弹劾人列席进行第一次说明，并被询问。那在5月19号，会进行弹劾案的投票。全院会针对第二案、第三案有无异通过下一案。根据提案时间表，明年1月14、15举办公听会，1月21、22甲5月13、14召开审查会，会邀请罗总统到立法院说明。4月27会举办听证会，邀请政府人员出席表达意见。最后伫5月19，罗总统就任2周年前进行弹劾案的记名投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这份台湾开放民主守望协会报告，因是来调查这台湾人呢，伫2005年后半冬对这台湾民主的信心。结果指出讲，这民众呢对立法院不满的程度已经超过75%啊，也毋过煞嘛有超过70%的人是对这选举的制度表示认同的。或者是分析讲，这是呈现出政党之间的对立所造成的这无稳定，影响到民众对民主的信心。也毋过其实这是民主发展正常现象。搁无一礼拜就要过新年，但是目前110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也拍时间，交代也未伫立法院排审。面对政治局势混乱，调野对立严重，台湾开放民主守望协会拜五也公布民调，
报告显示，民众对总统和行政院的不满超过7成，对立法院的不满更较悬，甚至超过7.5%。台湾经过大罢免，调查也显示有超过7成的民众对选举的制度表示认同。学者认为，这款矛盾的现象反映出民众对立法院运作的不满。对于我投票选出这个候选人，是不是可以代表？我想大致上大家没有问题。但是选出来这些候选人之间的这些政党之间的关系搞不搞得定？那我想说，真的问题是在这部分。另外，调查嘛显示，台湾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有较低，敢若5成的民众认同民主制度，甚至有3成的民众认同独裁制度。学者分析，这无一定代表台湾民众认同中国的共产政权，民众想要爱的可能只是一个更较稳定的政治结果。独裁也许对这些民众来讲，不等于中共统治，也许它意味着效率，也许它意味着秩序，就是说，它对于当前民主的不满足。可能转化了是他对于这些事情的失望。看到现在的这种不稳定的现象，难免感到忧心了。所以政府呢，在这个地方上，应该以终身教育的角度啊，来持续告诉大家说，民主政治目前的乱象是制衡的结果，这是算是好的。学者呼吁，虽然政党之间的对立造成的不稳定，影响到民众对民主的信心，也不过这其实是在反映民主这型现象。希望政府会使透过终身的教育，让民众了解这只是民主发展正常的过程，嘛，让无同立场的人有机会互相沟通。记者桂宗林、曾准佑台北报道。即马为着要来避免托婴中心伫出现照顾争议的时阵呢，找无录影的影像，所以政府呢是拍算要求这托婴中心，就爱甲监视器的画面传去到政府来保存。今仔日是有这托育人员甲家长出面表示反对，烦恼讲安尼做恐惊会侵犯到囡仔的隐私，而且这影像嘛恐惊会互人甲偷拍出去。政策错误，拒绝监管云。侪侪团体老师和家长伫立法院外口大声抗议，反对政府伫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内底要求托育中心甲监视器的画面传到政府的云端。托育协会表示，因逐工拢爱替囡仔换尿珠啊、换衫和洗身躯等等。若是将这的画面传到云端去，无说遗留出去，也是讲甲韩国发生同款的代志，资料互人偷摕去，要安怎？前一阵子，南韩爆发了12万笔，不管是在这个诊所、月子中心等等的影片被卖到了中国去。那我们更会担心，难道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吗？没有一个官员或立委敢保证所有上传的影片全部安全。除了托育人员反对，家长也真反对。有家长讲，伊有5个囝，其中有3个是查某囝。囡仔换衫、生活影片伫云端，有真侪家长拢无法度接受。我不晓得到底谁能跟我保证呢？那我的孩子是要上托婴中心吗？还是我也号召不想让孩子隐私受到大家观看的，都不要去托婴中心，都不要上学，我们自己顾吗？那谁来养我们家？我想要问一下，有谁能够听到我们这些妈妈的心声？民团向卫福部表达4项诉求，要求政府爱保护儿童的隐私，建立影像规范，也爱强化托育中心内部的控制机制。因也要求，若是要调影像资料，嘛爱经过家长同意。卫福部有回应，表示目前规划的方向是将影像传到云端做保存尔。相关的法案搁咧协商当中，会听各界的意见。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刑事局有接到民众的报案，讲有一个假作是医美当娘的女性，伊是以这投资医美的器械用租的方式来甲人诈骗。警方呢已经抓到4个人，结果发现这个集团呢，其实对2022年的7月一直到2025年的2月，这当中呢，乌心钱已经赚1亿3800多万，而且受害者已经超过50个人。本案巧信主嫌对外积极塑造事业成功形象。联合其他共犯对外以年化投资报酬率18%至300%不等之假投资合约吸取巨额资金，实际上未将资金投入仪器购买，也未和医疗单位及医美诊所签下租赁合约。全案总计吸金不法利得达1亿3800万余元。
警方是表示讲，这主嫌呢讲因是咧做这美容的公司，而且呢保证若准来投资，安尼就当稳定收这租金，而且也阁有掠外的奖金有通去摕。不过实际呢煞无任何实际营运，落尾呢这嫌犯是完全拢失联去。警方就消息掠到这相关的嫌犯，信后是照这诈欺甲银行法等等的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再来看这大新竹地区呢，是因为有这科学园区的关系，所以人口呢这成长的速度是真紧。不过，伫咧公部门这人力的编制上呢，煞还阁是以民国87年这人口的基准，尤其是这新竹县原底呢，这个公务人员呢是服务300多人的工课，即马煞变做爱服务500多人。上班时间，大人拢足认真咧做工课，桌顶佮摆满等处理的公文。根据统计，新竹县这25年来人口成长约4成，不过公务人员编制却也是停在民国87年，互原地一人负责服务300个民众，即马变做500多人。会觉得业务上比较繁重一点，然后可以给民众的服务品质也会稍微下降一些，然后。就是以府内员工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会希望可以再增加一些人手。从87年的42万7000人余人，到今年11月份的59万7000余人，已经成长了40%。所以我们的这个同仁的这个承受这个人口服务比大概是高于其他县市的1.5倍到2倍。所以我们的同仁的这个负担相当的重。伫新竹市也有同款的状况，即马一个人就要服务超过400人，人力明显无够，基层工课拢做袂完。新竹市议会国民党党团最近也准备去中央要求增加预算。我们就以动保所这个小小的单位来举例好了，他就只有这么一个所长。所以它是好地方兼共建啊，哈，人口已经增加的这么高，所有的基层建设呢都在加速的进行。可是如果人员再不编制、再增加的话呢，这其实真的是会延宕我们所有的基础建设，舒缓基层同仁工作的压力，并积极落实市政建设及服务，以维持市政推动品质与市民服务不中断。目前新竹县市拢已经向内政部反映，希望中央赶紧检讨制度修法，会当按照人口数调整机制来增加公务人员名额，除了减轻基层的压力，也提升服务效率。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为着要来配合这铁路高架化，嘉义市呢是要伫咧嘉义基督教病院边仔的这个嘉北车站，要来征收土地分块。也毋过呢，所有地主来吊扛棒，而且是用市民咧靠的这文字的内容来表达权益受到损害的心声。乌底白字的扛棒顶面写着，请市长毋通听财团的话来拆伊的厝。即个吊伫嘉义基督教病院边仔捧场顶面的扛棒，是地主要တင်情。希望道路拓宽，莫来征收伊最後的土地。中华路还未拓宽进前我这是有350坪，一只咧做工厂，因为中华路90米拓宽，所以呢，剩后壁这个4坪，即摆因为高架化，搁要把我这4坪征收，这是足无合理。嘉義市政府配合鐵路高架化，要規劃嘉義邊仔嘉北車站的交通，暗算要把這條街仔拓寬做22.7公尺。地主認為是嘉義的原因，這係伊最後4坪的土地嘛去互徵收。嘉義就表示，配合市府的交通建設，因家己嘛有土地愛配合徵收。我們了解市府會對這邊周邊的道路會進行一些拓寬。那因為這樣子嘉義也要配合，我們會配合，就是我們的400-500部員工停車位呢，也會被徵收。嘉北火車站。新建之後的新的交通流量所帶來的一些人潮跟車潮呢，我們在這個保健街我們做了拓寬的這樣的一個計劃動作，那所以也會涉及到周邊的道路的拓寬以及周邊街角的這樣子一個拓寬。市政府都市發展處表示，這個道路拓寬的計劃加強會影響5位所有權人，因是按照公共利益的角度來規劃，甲任何人也是團體攏無關係。若是真正的地主堅持要保留完整的土地，伫市府的都市委員會審議了後，會將伊意見轉達予內政部，予內政部的都市委員會來審議。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
再来看这宜兰的农舍呢，即马是愈来愈侪啊！这5冬来申请的呢，都有2841件。有艺术家呢是伫文创园区来办这地景摆卖的艺术展览，伊是利用作品、影片，也个表演艺术，讲出家己对这田园的世界未来起厝的这个不满，嘛希望社会会当斗阵思考。伫涂骹甲即款用红毛土做的手指的塞倒，搁再用石头讲好碎。艺术家尤定文最近伫咧宜兰中心文创办出售地景艺术展，伊讲即几年伫咧产地内面采手指的看板愈来愈多，就用展览甲表演艺术表达伊的愤怒。不自觉的对于这样的一个景观感到很愤怒，所以我想要去认识我的这一个情绪，为什么我会感到愤怒。展览除了有各种材料的手指力，也有记录影片，伊用行的记录因3天徛起附近产内边采手指力看板的数量，总共有70几支，每一支拢来翕起来做记录，表示伫咧地图顶。伊讲即几年农舍开发交易正热，希望伊的展览互社会停来想看卖咧。产地除了卖，敢阁有其他的价值。可以感受到创作者对于土地的一个很深的爱。艺术家对土地有很深刻的感受，然后真的是用身体去记忆所有的事情。这个农地就采6支要卖看板，高地的议题，和宜兰县这几年起农舍的数量一年增加，农地交易量也正热。因为起农舍就要申请农民的资格，官府统计，最近5年宜兰农民资格申请数2814件，去年因为国土计划法，所以真侪人抢件，今年有700多件。整体上县府在基于农舍的一个立场是以核实来做审查，后续的管理也会依照规定来做相关管理。县政府讲，今年农民资格申请数已经有较少，对相关的申请拢会依法审查，并且依照相关规定管理。若是有建筑或者是设施违规，会先辅导，必要时阵会罚，或者是立管排队拆。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带路家来看，这西班牙南部呢有一个做无仔的这个师傅，伊咧做无仔的时阵有真特别的手路，就是用点火落去烧。那这款功夫呢，即马伫网络已经传起来，就连美国好莱坞这名册拢来甲注文。西班牙做无仔的师傅马迪厄，甲液体喷去伫青色的无仔顶头，刷落来规个无仔着火。这款画面对足侪人来讲真刺激。毋过对伊来讲真殊常，今年伊42岁，即马毋若是梦庆，阁是名声烫惊上的做无仔师傅。毋过进前，伊伫咧中东的航空公司做飞行机的导致。10年前去墨西哥旅行，拄到一个专门甲人订做无仔的女性，自迄时伊的人生隆重改变。I thought it would be very cool, like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buying all these like nice artisanies that you can put on a hat. So I started doing it. 原底马迪学干那做兴趣的尔，结果愈做愈兴，家己开始学来做。过程当中，伊为着要找做无仔的帽仔、刀仔等等的技师，食足侪苦。后来，伊做出甲人无共款的做法。拄啊好伫咧即时，疫情，互伊伫航空公司的头路嘛暂停，所以伊决定规个人拢投入这份事业。But then it was a time. I remember I was actually already like full on in the business. That it was a couple of videos that they got very viral in social media. That was the moment that like celebrities start contact me. 伊做无仔的过程结合水烟、刀仔、火，有当时佫会用镭射雕刻，伫无仔内底加图烧出来。伊的设计真特别，伊厉害做法。嘛，伫咧网络累积真侪买奖，有真侪艺术家，甚至阁有好莱坞的明星。即马伊加野时阵，一个月会当卖20到25顶帽仔，主要拢卖去美国市场。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译。另外来看，这正出名的东风快车呢，即马已经推出新的豪华版的列车。伫咧车里呢，卖输是咧大饭店同款，还可以当食到这米其林3星总铺西的料理。也毋过一个人就要3500块欧元，差不多是台票12万8。东风列车酒吧的交易厅有别人的更轻声，这是做甜蜜生活这台高级列车的乘客才会使享受的服务。So far, it's very nice. Everything is very curated.
It's beyond my expectations. 甜蜜生活是第一代由意大利家己制造的高级列车，内底有18条的路线，自中心站罗马出发，带旅客伫咧意大利的城镇细细看看咧，互乘客亲像行伫老电影的场景内底。乘客伫咧现场的拍照，甲迎宾人员的欢迎之下上车。火车的风格是50年代气派的古早味。列车顶悬有18间有液晶仔的套房，小小的车厢内底亲像住伫咧大饭店共款。So in the north, you will have a different menu than what we are doing, for example, in our Sicilian journey. But every plate is prepared in a proper way, in a perfect way, with giving emotions. 自套房餐车到交际厅，互乘客若像伫高级搁舒适的乐园。东方快车高级列车的经营者之一阿尼塞达莱集团讲，希望会使打造会叮当的顶级饭店，带乘客体验深度的意大利文化。They might want to invest in a one-time life experience, or they just want to change and come from the yacht or from the private jet here on the train. What brings them together is that they want to be here. They want to taste this experience we are offering of La Dolce Vita Orient Express. What is interesting is meeting people and different experiences throughout the world. Experiences it's really nice. It's not nice. It's amazing. 经营团队计划伫2027年进前推出6台高级列车，载客目标数是6万人，估计营运的规模达到上亿欧元。同时来规划跨国的列车行程，包括伊斯坦布、克罗埃西亚，也阁有苏普利特甲巴黎。未来嘛会布局沙烏地阿拉伯甲北非，进一步扩大高级列车的观光版图。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下晡晡的天气，扫落来甲时间交互 AI 手机气象主播唐啊。今仔日因为大陆冷气团，中部以北、东北部甲东部天气较冷，其他的所在早暗嘛会较冷。水汽增加，桃园以北甲东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雨。真多谢唐阿报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昼新闻，感谢你的收看。下礼拜同一时间，咱再相会。